今集帶大家睇下呢一隻已經停產嘅勞力士 Cennini Time 50505。勞力士一直以嚟以豪式運動錶喺市場獨具鰲頭，但係其實勞力士有一種錶款風格同豪式錶款完全唔同，佢就係 Cennini 系列。Cennini 系列以正裝錶為主 ，Cennini 錶款喺勞力士嘅歷史上好早就已經出現。不過一直都只係維持低調嘅發展，直至2014年，勞力士決定重啟 Cennini 系列，喺造型、面盤設計、材質等方面進行大幅度嘅修改，精工細作，講求典雅嘅藝術美感。Cennini 系列最初係為咗向文藝復興時期知名藝術家 Benvenuto Cellini 致敬。改革後嘅 Cennini 系列重新回到當初勞力士研創 Cennini 嘅初衷。你而家見到嘅呢一隻 Cennini Time 經過大幅度改款之後，以斯文典雅嘅設計風格為特色，展現煥然一新嘅感覺。錶款採用主流嘅圓形錶殼，配搭圓拱形同三個坑紋組成嘅雙外圈，喇叭形嘅旋入式錶冠，時針同分針就換上咗雙刃劍形狀嘅造型。時錶嘅設計，除咗配搭纖巧嘅柱形時錶，更加鑲有11粒鑽石，而12點鐘位置就以勞力士嘅 logo 標示，12點下方印有勞力士同日內瓦嘅字樣，而相對嘅6點鐘位置就印有以美術書法字體寫成嘅 Cennini 字樣。黑色面盤配搭玫瑰金錶殼，襯托出一種大方得體嘅韻味。鱷魚皮錶帶令整隻 Cennini 手錶更顯華麗高雅嘅貴氣。呢一款50505搭配咗3132自動上鏈機芯，配備咗勞力士專利嘅藍色 Paragon 油絲，唔受磁場干擾，耐得住溫度嘅變化，抗震力比傳統油絲相比高出10倍，非常穩定。Cennini 50505集合高貴同時尚於一身。你依家見到嘅呢一隻50505，更加係已經停產嘅罕有款式。你又點樣可以錯過入手嘅機會呢？